入邊嘅職業球隊嚟講咧，再回翻轉頭，又係你啦。咁啊，8號仔腳顏卓彬喺度啦，幾十位先會重用㗎嚇。中間呢個直線都靚晒，陳俊一好靚直線，喂到上嚟，李小恆單對單俾翻搶前，轉身，哎呀又越位。仲有顏卓彬啊，同埋係呢一個費蘭道喺度嘅。陳俊一錯一推過咗。喂，以你嘅能力嚟講，絕對冇問題，但係可惜啊，對方亦都係站得比較人多喺個右路位置。個身體對抗性真係強，好大隻嘅。咁啊，所以話你同對方係有啲對抗嘅時間，你都有啲準備先得。好啦，呢下左腳出嚟就出得麻麻地啦，李小恆。啊，佢真係左腳就似乎真係唔係好靈下喎。好啦，今次右腳扯埋就似得啦，哎呀！一下呢個波就似乎扯埋嚟咧。全部散開後冚埋你嘅中國安咧，就睇下膝頭過頂入喎，好似啊。恭喜晒中國安啦！第一個大港腳入波就此誕生，咁係第9場代表大港嘅賽事啊！尤其是前場嘅入波方面啦，我相信其中一個講到最有把握力嘅強點都係蘇東亞華頓。哎呀，犯規啊你啊！話都好定啊，見到陳俊一睇住對方嚟㗎啦，已經都求助攻都真係屢見不鮮啊！成日都會發生。彈個三角，啱啱跳空氣益晒小恆，啱埋底線位置框到嚟補到咁得先。咁呢個波解入嚟咧，都算係相當之唔錯啊！但係可惜啊，個波有少少甩咗腳。嗱，再睇睇。咁啊，第一下就見到係陳俊一就第一時間送埋去底線位置啊！好啦，呢下華頓搶到波，自己壓埋底線添，避嗰個望一望中間有人㗎啦，再避右腳扯埋嚟，第一時間撞入啊，反咗落去李小恆隻腳嗰度撞入啊！終於搞掂啦嚇！李小恆今日好多次機會啊，試過投到中尾啦，又試過咧就一啲中距離起腳等等啦，搞咁多次，終於開到齋先啦嚇！恭喜晒小恆！第一場大港腳，第一個入波。多謝大家支持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集。咁今日睇咗40分鐘，但係都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同埋 share。